夏侯如何打呂布？唔係，呂布點樣打夏侯？以我崔水強咁嘅性格，梗係同佢硬碰硬啦。斯斯縮縮一直都唔係好符合我嘅作戰風格。不過喺我眾多對手當中，你都算係好閪夠自信啊！居然兵線都唔清，直接開動，睇咁嘅架勢，呢場戰鬥佢似乎經已胸有成竹。但你見我眼都唔眨下，當喺度好似碌毛咁同佢直抽直，就應該知道我都係有備而嚟嘅。正所謂狹路相逢，唔係我事，就係你忙。有陣時過於自信就係自大，會舐嘢㗎。嗱，呢條友騎住個泰迪，好似好威水咁，以為可以嚇到我，冇用嘅。我崔水強不嬲都係打得贏就打，打唔贏就骨好殘，從來冇話有驚兩個字。再嚟喺某種程度上嚟講，我依家係佔咗優勢嘅，因為喺一般情況下，我崔水強虛度都係送一血嘅多。依家啲咁嘅戰績對我嚟講，可以話經已係進咗一大步。呢個時候肯定有啲友仔又會話個夏侯唔識玩，太屎得滯。嗱，我唔准你哋咁講。我記得係北美洲有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阿拉夫條嘢骨質增生有啲赤司機講過，喺對戰中只要你足夠嘥鳩嚟，就會顯出對手太屎。呢個就係相對未使驚住，跟手虛突跟手虛喂。啱先如果唔係我粒痔瘡突然間發作，有啲赤赤地，影響咗我出刀嘅速度，你哋兩個未必就得低我。一般情況下，我崔水強一抽二可以話係毫無壓力，但當時有個諸葛亮喺度，我仲要分心睇住佢，所以先俾你哋有機可乘，控住我揼到好似個鹹煎餅咁。但今次就唔同啦，冇俾佢一技能拍到，跟手開大。呢步睇仲有冇人嚟幫你？攞你命3000！可以睇得出，依家呢個燈銀佬係非常之唔忿氣嘅，因為一般情況下，阿呂布前期係抽唔過佢嘅，但你可能仲未知，你家陣面對嘅係二般情況。嗱，佢又死啦，肯定會開大走，直接封佢去路，收佢矮。仆街啊，咁都搶唔到嘅人頭，真失敗。我唔怕坦白講，就依家我崔水強手呂布嚟講，可以話經已係達到咗清過怒火嘅境界㗎。喺我長達146場嘅戰績裏頭，勝率亦都係高達驚人嘅45.3%。喺當今世上，試問有邊個可以做到？喐佢，哎我操！跳咗去邊啊？屌！我嘅目標係燈銀佬嚟㗎嘛，大條死人魚做乜鬼啫？阿呂布呢個機型大招，有陣時我真係唔知點講。嚟，我哋喺度埋伏一波先，定啲嚟下，等個諸葛亮出去勾引下佢哋。正所謂同龍捕蟬，瓮竹最後，等佢哋打到七七八八啦，我哋再出手。來，迎接你們的王吧！720度旋轉，仲啡！我依家可以話係一勾一個小朋友啊！啲咁嘅狀態下，嚟騎住個泰迪跳入，又搶唔到，我真係，唉。